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对过去到现在对阮的保守甲看顾，互阮会通领受十足的平安。虽望伫阮人生的路程中间会拄着困苦挑战，但总是主你的恩典教也欢迎。你守护的信心开力，互阮有能力超越过这个患难困苦，也伫即个过程中间，互阮不断成长。我们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主啊，伫阮人生中间，行伫白塔顺境的路途时，求主帮助阮，毋通过头骄傲，互阮会当学习感谢的心，将所有的荣光拢归互你。主，因为阮领受遐尼大的恩典，所以阮今日用欢喜得调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我们透过今日的礼拜，将阮心中对你的感谢、对你的懊恼表露出来，求你会当接纳。上时也要透过礼拜，搁一遍来听你的话，领受你所守护的快乐，互阮有教养伫未来一礼拜中间。生活合你的心意，会当活出美好的见证。是阮的主啊，所以我要从今早起的礼拜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看顾。特别阮将带领服侍的正当工，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无论外面咧招待同工，或者是献诗的圣歌队、司琴、司会、团工信息的同工，求主拢保守。伫你的圣神的引带下面，互阮会当做美好的服侍，来荣光你的圣名。是阮的主啊，阮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帮助阮伫教会生活中间学习安怎彼此相听、彼此扶持、互相带导，来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伫阮的中间。我也恳求主你守护智慧，互教会属灵领袖。特别今仔日伫第三堂礼拜结束了后，要召开中级会小会，求主帮助阮伫会议中间会当继续合你心意的事工，推动利益正人的事工，互万民得到福气，也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特别也要为着教会所设立的机构来祈祷，求主保守看顾，无论幼儿园、安养中心，也是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这机构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互万民透过机构的服务来得到利益，也当透过机构的服务来感受到上帝的疼。恳求主你保守看顾这个机构所有的同工，互因尽力的服侍中间，会当帮助到因所服务的对象。主啊，阮也将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看顾，互台湾的百姓有追求真理甲真神的心，互你所带来公义、和平、仁爱，会当遍行伫即个土地。特别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会当执行你交代阮的计划甲使命，
将救人的福音遍传伫即个土地顶面，互更较侪人得救，也伫社会中间做美好的服侍，来改变阮的国家，改变阮的乡土。求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咱拢学乐上帝。请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178首，圣诗第178首，愿爱上帝圣殿吟全首，请起立做伙来吟。请咱犹原徛伫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打坐伫全能的一个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咱三甲来祈祷。慈悲怜悯疼世间人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受世间人所着尊重的大人君，因为你的创造何等的奇妙和美好，我要献上无限的感谢来学乐你。今仔日是你分别为圣的礼拜日，也是圣餐主日，你是阮祝福的儿女。搁一摆来到圣殿，要来敬拜你。这时安静儿女的心，恳求圣神来带领，互咱透过同修圣餐来孝念耶稣基督为咱流出的宝血。这是为着要洗清咱伫有意还是无意中来违背伊的教示所犯的罪，求主赦免。求圣神伫咱的心内做工，透过圣经活命的教示，甲牧师的牧养，互咱用顺服的心来尊叹上帝的话，行上帝爱咱去做的事。今仔日同时也是总会所定的社福事工关怀主日。上帝啊，你想使世间人每一个人拢是无共款的温数甲才能。当阮有福气受你竞选成做基督徒，我要用阮属灵的温数来服侍弱小的家庭，甲保护需要保护的人，实践主爱咱疼厝边亲像家己一样，求主坚固阮的信心。这时，阮也要为着阮中间心灵无爽快的人来代祷，求主医治因，互因的身躯早日恢复健康。心神软弱的人，求主来坚固伊，守住信心甲望，领受主的恩赐，藉做主合用的器具来利益人，荣耀上帝。我的所求，若合理你旨意。求你应允成全，只是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齐声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执行，伫地里亲像伫天灵。阮的死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人，无伫错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言。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做伙来交托启示文，启示文第24篇，启示文第24篇，请掀开圣诗的后面第37页，我来刻，恁大家来印。启示文24篇诗篇119篇。所行完全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要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唔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情因为忧苦来消融。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听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
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这时要请圣歌队来学乐，歌名是《伫这个神圣的时刻》。多谢献歌队用遮水的歌声来学了上帝，愿一切拢归乎荣耀的上帝。咱要三甲来领受上帝话。今仔日经在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10甲13节，哥林多前书10章10甲13节，请掀开现代中文译本新约部分第263页，迄是台语汉语本第194页。
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0節，唔通親像因中間有一寡人講妄言，煞互毀滅者澆滅。因所拄着遮個代志，通做別人的鑑戒，佮記錄落來，通警戒咱遮個活佇末世的人。所以想講家己徛在的着謹慎，才袂跋倒。第13節，恁所拄着的考驗，攏是人會拄着的。上帝是信實的，伊袂互恁拄着擔當袂起的考驗。恁拄着考驗的時，伊會互恁開一條活路，互恁忍受會條。以上是上帝的話。願上帝祝福聽到伊的話，佮照安尼去行的人。今早起本堂的帶主任牧師要甲咱分享的題目是埋怨第一講，請咱恭敬來領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接續牧師要用幾禮拜時間來分享一系列的信息。這信息是關係咱生命中間的一寡問題。這問題會直接影響到咱甲人甲上帝的關係，是咱應該愛真謹慎、真嚴肅去面對的生命問題。今日牧師要先甲大家分享一個差不多大家攏會犯的錯誤，就是埋怨。在領受上帝話之前，咱同心來祈禱。是阮的主，阮感謝你的恩典，感謝你透過你的話，擱一遍來更新改變阮，擱一遍來提醒阮需要改變的所在。求主幫助阮，會當有柔軟的心肝來迎接你的話，進入阮的心，來改變阮的思想甲意念。也小事開力，互阮佇生活中間會當將你的話實踐出來，來榮光你的聖名。我咱的祈禱奉耶穌基督聖主的名，阿們。佇咱的生活中間，難免會拄着一寡互咱感覺真不滿的代志，這代志咱不免咱的心中就產生怨言，就埋怨。所以今日牧師想要用這個做主題，甲大家分享一寡關係埋怨的思考。因為常常發怨言甲埋怨這件代志，會對咱的信仰甲咱的生命造成真大的傷害。所以牧師要先用2禮拜時間，甲大家做伙來思考面對這個問題。今日咱先來看頭前半段，就是咱來看一般人埋怨的對象、埋怨的原因，以及埋怨所帶來的傷害。咱首先先來看埋怨，一般人埋怨的對象大概分做3類。第一類就是對別人，咱真愛埋怨別人。譬如講，咱佇公司咧上班。有時咱會感覺咱的頂司無看重咱，所以咱埋怨；也是咱的下屬無尊重咱，咱嘛埋怨；無要配合咱的同事無要配合咱也埋怨。咱佇家庭中間，有時嘛互相埋怨，父母埋怨囡仔毋捌代志，無聽話，心肝想講，我若無生恁我會真快活。囡仔嘛咧埋怨父母，感覺父母無夠理解因，無夠體貼因，無了解因的困難。講別人的父母攏真好，我的父母較安尼。太太嘛埋怨丈夫，太太埋怨丈夫，講攏無聽小伊，無理解伊。講我就是嫁你了，我開始歹命。有丈夫嘛埋怨太太，講你毋知影我上班偌忝，
我倒来去交代遐侪代志，遐侪代志爱我处理，你袂晓替我分担吗？哦，常常咱会对上至亲的人产生埋怨，啊，其他我就无要鼓励，咱会对别人产生埋怨。啊，第二项就是对家己，有的人无埋怨别人，反正埋怨家己，对家己发怨言，埋怨家己讲啊生毋着时阵，埋怨家己运气伤歹，埋怨家己无把握机会。我无怪别人，我只怪我家己，遐一切拢是我毋对。埋怨家己做毋着决定，讲当初我若无安尼做就好啊。对于咱人生的过程中间，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啊，咱做毋着啥物代志，埋怨家己。对别人、对家己埋怨，虽然无好，但是上界无好的就是对上帝埋怨。有一个人埋怨习惯啦，甚至对上帝发怨言，埋怨上帝无公平，埋怨上帝无听伊祈祷，埋怨上帝无照伊的祈祷安尼做，改成咧埋怨上帝袂晓做上帝安尼，生活中间无问题，讲上帝你敢是无听我？上帝为什么一寡无信你的人比我较好运？咱会埋怨啊！这埋怨充满伫咱的生命中间，对咱的生命造成真大影响。咱知影，咱既然有这三种埋怨的对象，接下咱就来看，为什么咱会埋怨？咱人为什么会埋怨？埋怨的原因真多。咱若对圣经来看咱发现以色列人是真够埋怨的民族，拢一直埋怨对头埋怨到尾，对圣经开始一直埋怨到尾啊！咱对圣经中间，咱看出有几种原因因埋怨，咱嘛安尼来警戒咱家己。第一项就是伊毋知影知足甲惜福啦，无论对一种埋怨，大多拢是出自家己对家己所徛的现实生活表示不满，而且常常爱比较，你就会埋怨。有的人虽常咱看伊过了真好，经济生活嘛袂歹，家庭嘛真温暖，事业嘛真成功，但是伊就感觉讲无满足，伊总是感觉别人比伊较好，也是讲过去比现在较好。以色列人就是安尼啊，伫因出埃及的这路上，咱知影出埃及是一个上帝对因足大的恩典，因伫埃及是做奴才。真困苦，无尊严，受迫害，所以因就哀叫啊！因哀叫的声，互上帝听到，上帝就找摩西传出埃及，为着要互因得自由，家己做主人，互上帝当做因的主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是因嘛是不知足，出埃及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总是会拄到一寡无顺利的代志，因着将所有的这个怨气拢向摩西发作。譬如讲，伫顺的旷野中间，因为食物来埋怨摩西，伊讲：阮宁愿上主伫埃及，将阮杀死，至少阮会当。为着肉鼎食了饱饱，但是你将阮带到这旷野，要互阮枵死伫遮。其实因伫埃及是做奴才，敢有真正会当食肉鼎食到饱饱，敢会当逐顿安尼，可能偶然几顿尔。但是因就是去怀念过去比即马较好，毋知影知足，毋知影惜福，贪心不足啊。人伫福中毋知影惜福啊，这是发出怨言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咱拢无去看恩典，拢咧看困难，所以咱就埋怨。第二，当然就是
拄着财的困苦。咱人真奇怪，平常时顺利的时阵，一帆风顺的时阵，无一定会晓感恩哦。但是拄着患难困苦，一定会晓埋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因看到真济，一开始看到真济新掠着无？上帝降十个灾难予埃及，带因过红海，互因看亲目睭看到迄个埃及迄个世界上强的军队死伫因头前，因就无啥物埋怨。当然我嘛无看因有啥物款的感恩啊。但是，一旦去到旷野的时阵，拄着困难，埋怨就开始啊。无物件通食也埋怨，无水通啉也埋怨，无肉通食嘛埋怨，向对敌对赶嘛埋怨。连要进入迦南地，摩西派12个侦探入去探查，其中10个侦探倒来回报讲：哇，迄个所在的人身材宽大，阮伫伊的面前那亲像草莓啊遐尼细，咱入去一定稳死的。听到安尼尔，因就开始埋怨亚伦甲摩西，埋怨拢相共，甲顶台词拢相共啊，甲头前拢相共，讲阮宁愿死伫埃及，还死伫旷野。上帝为什么领阮来这个所在？阮一定会去互杀死的阮的某囝一定去互掠去的。阮等于埃及毋是较好，所以因就彼此讲咱来选一个领袖，带咱转去埃及。你看就是安尼。一些人看到困难，就将迄个目睭拢放伫困难中间，伊就失去平安甲喜乐，就产生了埋怨。当然，处伫困难艰苦的中间，咱心中的确会惊吓，但是埋怨无法度解决问题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你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时阵，你的心中敢捌产生埋怨？埋怨讲：哇，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遭受到这款的情形？为什么毋是别人？咱有时阵会安尼埋怨。牧师爱大家清楚，咱接受耶稣了，接受耶稣成做咱的救主了，毋是讲一定会一帆风顺，无遭受到困苦。如果有人来传福音讲，你若信耶稣了，一切拢 OK， 拢无问题，迄毋是正确的福音，毋是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信仰是讲，咱信耶稣了，咱人生悠然的拄着顺境。嘛有拄着逆境，有病榻的时阵，也有困难的时阵。但是面对困苦的时阵，咱有耶稣通靠，咱靠耶稣就有力量去超越过这的困苦。拄则咱所读的经文，13节，你若看第13开始，第13是讲苦劝，保罗苦劝大家毋通埋怨。讲埋怨会引起纷争，对家己无好会引来刑罚，然后13节伊安尼鼓励因，伊讲恁遭受的每一个试探，无非是一般人所受的其实咱台语的圣经翻了较好，伊讲恁所遭受的每一个试探，是一般人拢会拄着的。就讲咱所拄着的试探，是一般人拢会拄着的。你只要是人，拢会拄着这个困难，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伊绝对袂互恁遭遇到无力抵抗的试探。当试探来的时，伊会互恁力量，互恁担当会起，替恁拍开一条出路。这就是信耶稣上介大的福气啊！除了得到救恩以外，咱拄着困苦的时阵。上帝会互咱力量，替咱拍开一条出路。当咱拄着试探的时阵，拄着困难的时阵，毋是自行去看迄个困难，你自行看困难，你困难就放大嘛，你就产生埋怨嘛。为什么我会拄着这款的代志？我要安怎？
咱应该安怎自行去看上帝，看上帝应允。伊就来应允讲，伊绝对袂互恁遭有着无力抵挡的试探嘛。试探来时，伊会互你力量，替恁拍开一条出路。所以拄着困难的时，咱啊爱专注看上帝，去找找迄个出路啦。伫困难中间一定有一条出路，只是你拢看困难，我看袂到出路。但是你若看上帝的时阵，你就看到一条出路，互你会当行出去。这是第二项，人遭遇到灾难困苦的时阵会埋怨。第三项，就是有个人感觉无公平，有时阵咱受到无公平的对待，咱嘛会发怨言，耶稣捌讲一个譬如，就是葡萄园的工人的譬如。顶礼拜杨牧师就甲咱提起这个譬如，一个主人伫路边咧招这个工人入去伊的葡萄园工作。早起是6点第一批入去工作，到尾啊下晡是5点，嘛有一批人入去工作。下晡是5点，这人做1点钟尔，主人互伊1元，结果下早6点来上班的迄个，伊就感觉无公平嘛，就提出抗议，就感觉讲，这主人工资分配无公平，所以伊埋怨。靠人做1点钟，你也互伊1元，顶礼拜杨牧师咱解说过啊。迄个做1点钟的人，其实伊10几点钟拢伫遐咧紧张啦，因为伊赚的1元拄好够应付因一家人的生活的需要。你今仔日若无赚这1元，厝内底人今仔日就爱摇巴肚。下早6点入去迄个，伊6点伊就知影讲我今仔无问题，阮厝里的人今仔有通食。什么人较艰苦，无一定啊。但是伊就感觉讲伊做较济，较无公平，就埋怨。咱看见着耶稣一边去到马大的厝，马大因为耶稣来要接待伊，真无用，四界去做东做西。结果伊发现伊的小妹玛利亚跪伫耶稣面头前咧听耶稣讲道，伊就感觉讲。哇！这玛利亚安尼袂使，伊伫劳动分配无公平，拢我咧做，你伫遐咧听耶稣讲话，伊嘛提出抗议，嘛埋怨，耶稣告状，讲伊安尼袂使，但是耶稣讲伊已经得到迄个上好的福分，伊伫伊面前听耶稣讲话，嘛是一种福塞。初代教会，咱看见着嘛，伫每一天的供应的顶面，对迄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会寡妇分配不公，所以就产生团体的埋怨。所以有时感觉若无公平的代志，咱就埋怨。当然，今仔日有袂少即款的人。常常感觉真侪无公平的现象，家己心怀不平。当然拄着无公义、无公平的代志，咱一定爱发声来争取，但是绝对毋是埋怨。埋怨无法度改变无公平的代志。反倒当咱爱坚定，用智慧去争取公平，这才是正确的。好，来第4项。就是受人煽动啊，受人煽动嘛产生埋怨。一些人之所以发怨言，有一个原因就是受人煽动。而且人煽动，因就感觉真正是安尼。咱看见着圣经有记载，民数记11章的所在，讲有一寡。伊这叫做闲杂人啦，其实就是一寡外邦人，杂色人、外邦人，伫即个甲因做伙生活，
因遮人吼，就感觉食麻辣吼，无好食啦，想要食肉，就去人煽动。一些人就开始听着讲开始有道理，咱拢食这麻辣，食甲会咸啦吼，拢无食着肉，就开始去排怨啦。你看，一些人去哭，就是伫遐哭，去哭嚎着讲，啥物人互阮肉？我会记即伫埃及的时阵阮无开钱就通食鱼啊，毋敢若有鱼啊，阁有刺龟啊，阁有韭菜，阁有葱啊，阁有蒜啊，偌芳的呢。即摆来遮只通食麻辣，开始埋怨，受人煽动。所以咱看见着人受人煽动，就造成群体的分了。对咱的经验来看，有时咱嘛拄着即款的状况，咱发觉讲埋怨是会传染的，特别伫一个组织内底，然后一人开始埋怨，别人讲你安尼对哦，甲应是安尼哦，就影响着群体，造成纷争。所以保罗咱讲毋通去怨言，因为怨言会造成纷争、争论。所以有即4种可能的原因，毋知影知足谢服，拄着患难困苦，感觉遭受着无公平，受着别人煽动，咱会产生咱的埋怨。伫今仔日的最后这段，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想，埋怨会为咱带来什么款负面的作用？首先，埋怨会伤害咱的心灵。有一个基督教的作家叫做陶树，伊捌讲一句话，讲一段话，伊讲有一寡罪是会会当伤害一寡人的心灵，破坏见证。发怨言就是其中第一名的。一粒埋怨的心是从来无欠缺理由，意思讲你若要埋怨你通找千百种理由埋怨。爱埋怨的人永远有够野的原因，互家己无快乐。意思讲，你若无要快乐你就埋怨；你若常常埋怨，你就袂快乐。毋简单，你袂快乐，你四周围的人嘛拢袂快乐。反倒转来看，你若要快乐，你就爱安怎？爱感恩啊！爱感恩，爱看见上帝的恩典。咱拢常常顾这个，那半杯水，感恩的人会讲哇，感谢主，我还阁有半杯水。若埋怨的人，爱埋怨的人，就安尼吐气讲我只剩半杯尔，看要安怎就好。所以，一个常常埋怨的人，伊心情一定袂好起来，一定袂快乐。但是，一个感恩的人，伊就充满喜乐。所以，埋怨会伤害咱的心灵。第二，埋怨会破坏关系，埋怨会引起纷争，甚至冤家。原本的一个和谐的团体，就可能变做一个充满纷争的团体。你家己想看觅，你敢爱甲迄个真爱埋怨的人做伙？你拄着伊，就埋怨东埋怨西，来讲迄个毋好，迄个毋好。你甲伊做伙，你就心情就无好啊。所以咱无爱甲即款的人做朋友嘛。咱爱甲迄个会拢讲正面的话，拢来鼓励，拢来去学乐。即款的人，咱甲伊做伙。所以保罗安尼来讲既然所行的，拢毋通发怨言去争论。意思就是讲，发怨言就造成争论啊。保罗咧教示当时门徒，今仔日嘛咧提醒咱，无论是使徒时代还是现今，常常发怨言的人，拢是消极的人。无论是个人也是教会，咱若拢去看消极的一面，
特别有造就甲建立，会造成内部的混乱甲消极，迄士气拢会无去。所以，亲爱兄弟，咱虽然经历过3冬外的疫情的影响，阮最近有咧检讨伫教室顶面吼，咱实体的聚会的人数，改成减差不多3成啦。咱过去拢会差不多到900外1000，甚至超过1000。咱即摆拢差不多600外、700外，上济到800。改成减3成。当然有一寡人分析，有人收一寡数字咧做分析，讲这是一种趋势啦，无法度改变吼。有人讲回不去了啦，以后就是安尼，将即个原因拢推予疫情。因调查讲国内外拢是安尼，教会拢是安尼。但是敢真正是安尼？最近真侪中级个牧师团，拢有咧思考即个问题。前几工牧师团的演习营，阮就尽力就即个问题做讨论。想讲咱敢有可能做啥物货？咱后半年开始做，做一寡代志，来帮助遮个兄弟姊妹，搁倒来甲咱做伙礼拜，安怎突破遮个困境？阮有一寡计划，望大家共同来努力。我等下有来伫中执会顶面会甲中执报告，望讲咱全体做伙来共同努力，毋通将即款的现实来接受。其实有真可能会当突破。第三项，埋怨会造成啥货？埋怨上界大的问题就是会互上帝生气。无论倒一款埋怨，圣经拢是禁止。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咱对第10节开始读，一直读到13节。但是如果你若有圣经，你来掀，你若搁往前看保罗是咧讲教会中间的一寡影响教会的问题，其中伊讲3项，第一项就是当然最后一项伊是讲发怨言啦，就是讲埋怨。头前2项是啥物？就是淫乱甲拜偶像。所以你会奇怪讲，保罗较会将淫乱甲拜偶像甲发怨言，放做伙来警告。照咱看咱若来判断讲，即个淫乱甲拜偶像，这足重的罪对无？拜偶像是非常重的罪呢。发怨言，我连安尼埋怨一个，到遐尼严重。但是咱详细来想，以色列人也是讲咱人发怨言的本质其实是甲拜偶像同款。拜偶像是安怎？拜偶像就是将别个代志代替上帝嘛，将别项生命也是讲别项代志来代替上帝，无将上帝当作上帝。发怨言嘛是相共，发怨言就是安怎？就是无相信上帝有上界美好的带领嘛，无相信上帝凡事拢有美好的旨意嘛，无相信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有真好的计划嘛。意思是讲，你感觉你家己感觉讲上帝袂晓做上帝，所以你埋怨上帝。安尼就是无将上帝当作上帝，这是甲拜偶像、甲淫乱是相款的代志，所以这是真严重的罪。所以保罗安尼讲，拄则咱读过，既然所行，拢毋通发怨言去争论，直接嘛，咱警告讲，正八是发怨言，耶和华听去就受其发作。新约圣经咱讲，兄弟啊，你毋通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所以无论旧约还是新约，拢咧讲一个真理，
发怨言埋怨的人，会遭受到上帝的生气。咱看见到，以色列历史中间，因出埃及的初期，因就开始埋怨对无？埋怨无水、无食物，无肉通食。头起的时阵，上帝拢忍耐，拢供应因的需要。因爱水，就互因水食；因爱食无米通食，就互因玛纳食；无肉通食，就互因烟熏食。但是到后来，因埋怨变做习惯的时阵，咱看见着埋怨为因带来刑罚。为什么？头起的埋怨，上帝个忍耐，互因供应，但是因无对上帝这恩惠照顾、恩典中间去认捌上帝大权能，无将家己完全交托互全能的上帝。反倒拄着代志就埋怨，拄着埋怨就变做习惯。所以这变做保罗讲，这百姓是贪婪恶事啦。埋怨变做因生命一部分，对上帝带来亵渎，也为因带来刑罚甲灭亡。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绝对唔通拄着困难、拄着代志、拄着无公平，咱就埋怨。埋怨嘛无法度解决你的问题嘛。埋怨只是将问题扩大，毋是解决伊。所以拄着困难，咱就爱积极去追求解决的方法，毋是埋怨。所以后礼拜，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安怎消除埋怨的3种态度。咱对这来学习，互咱加做一个常常感恩、惜福，常常将上帝尊主最大的一个上帝的百姓。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间，真做阮的救主，引带阮头前的路。阮也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调整阮。主，阮恳求你，互阮学习真做一个感恩的人、惜福的人，毋是埋怨的人。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15首，圣诗第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吟全首，请起立做伙来吟。
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也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齐道，共守主的圣餐。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既若着无担当大，就问我，我要互恁安息。伊也安尼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你哋。亲爱兄弟姊妹，咱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所受，也是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提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恁要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虽然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照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找见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会摆咧伫你的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互阮持续生长伫你的稳定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伸出双手来迎接小员摕予咱的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身躯为着咱拍破，互咱得到拯救。
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孝念我。感谢主，伊流出宝血，互咱的罪得到洗净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你要是，就行安尼来效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道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也互阮明白。你欢喜阮，听惜阮，是阮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感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一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即马咱要用奉献来接续咱的礼拜。另外，参与线顶礼拜的兄弟，请用信用卡刷卡、银行汇款、ATM 转账、划拨或是要亲自送到教会1楼管理室拢会使，但是请注明捐款人甲捐款的项目。请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慈悲恩典满满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全然的保守，伫你恩典的带领束缚，互阮一切顺利。这时，我要来回应你的听谈。
愿献本身做你的车用，搁献担保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求你甘纳。安尼祈祷感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做伙来关心教会的重要事工。咱来掀开周报的第4页。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社福事工关怀主日。平安基金会所属的社福机构，结合教会甲社区推动相福事工，服务常年长辈、新疆朋友、劳工、海员、渔民、单亲家庭、原住民甲弱势族群的心灵需要，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具体关怀：第一，本会会友蒋志阳、贾庆凯夫妇定于本周日的下晡3点，为着伊的长子蒋秉洲兄弟，伫咱的7楼礼拜堂厅举办追思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本会会友李水花弟兄，伊是李许碧霞姐妹的翁婿，伫6月1日安孝主怀，定伫7月7日，就是后礼拜一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仰楼至真一厅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本会会友詹美琪姐妹的老爸张忠兄弟，伫6月20日安孝主怀，已经伫7月7日昨下晡1点半，伫屏东林良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李梅枝姐妹伫6月27日安孝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五，恭喜本会会友李志浩弟兄，就是洪志祥甲美仙姐的后生。伊要甲李彩玲姊妹定伫7月15拜六下晡3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另外，设教110周年研讨会第2讲，就是后疫情时代的宣教甲教会的转型。就是像黑死病甲印刷术，伊改变了欧洲教会甲社会的格局。咱的新冠疫情甲数位科技已经改变咱教会甲社会。疫情改变了啥物咧？后疫情时代，数位化的脚步是毋是应该继续？教会应该安怎伫宣教甲的路中来向前行？欢迎你，做伙来参与、来讨论。
时间是伫7月22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半，地点是咱10楼礼拜堂。伊的专题演讲的讲员，咱有邀请2位，第一是甘仲维博士，伊是资策会数位教育研究所产品经理，南加大全球领袖学程国际实习召集人，以及台积电前专案经理。第2位是庄孝胜牧师。目前伊是马喜乐基金会的董事长，德登教会的牧师。咱事务的探讨，咱有一寡实务的探讨吼，是要邀请到台北真理堂资管处黄怡仁主任，甲咱香联教会数位发展同工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吼。这个节目是需要报名，要来有备讲义。若需要便当的，咱就要登记吼。所以这个资料请看咱的网站。接续，迄个佛教110周年纪念活动，庆祝本会佛教110周年。对于2020年底教会举行团体闯关的活动，就是教会历史地点的打卡、密室脱逃、仆人精神等等。这活动已经伫4月份来截止，但是目前还阁有咧继续的，就是为爱朗读、参与教会装备课程、分享个人灵修空间，以及代祷祝福110周年的春刊卡。历史文物展等等的活动，拢还阁咧继续鼓励大家踊跃参加毋忘伫即个圣诞节的节期为主献上咱的成果所以若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请向咱的成人牧区的干事来领祝福星星存折集点卡，伊若一满10点以上啦，就会当得到足好的礼物，做纪念性、做价值的礼物。这个活动的接触的人，就是成林牧区的林义成干事接续，咱要来看咱的团队委员会为咱这是应该是资传为咱来拍的一个影片来，即马咱来观赏。
接续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姊妹大家平安。牧师补充者，咱后半年多还阁有真侪只活动吼，拢会当植迄个星星吼。你若植有50颗星星的吼，牧师会请你食下午茶吼。所以有个人伫要吃饭啊吼。好，咱即个时阵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吼。遮有一位对国外转来的连仁甫兄弟，连仁甫，好，大家好，欢迎。其他个有无介绍到的？欢迎咱这贵宾，等下当去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这个时阵咱也要来进行这期的中保大道这个同工祝福甲车派礼，咱请有参与伫这事工的伫这段的兄弟来到头前。这是恁徛踮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恁若愿意接受中保大道同工的这个职分，就请恁诚实应答牧师所问恁的问题来使用。第一，你敢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差派，献身伫中保大道事工，担任基督的使命甲责任？你有约要安尼行无？恁敢愿意彻底遵守中保大道的时间？这个期间中间愿意忠心参与服侍？你有约要安尼行无？你有愿意遵守伫基督室内底为着教会事工甲个人的大道事项，只有简单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的大道事项以外，所有大道的内容必须人保密，你有约要安尼行无？这时阵我要来宣告，当我设立恁诚做相连教会中保大道的同工，愿恁基督的手举起，将人带到上帝面前；愿恁基督的喙献上芳芳的祭，得到上帝欢喜感纳。佮愿意恁基督的时，就徛踮伫破徛，甲圣神同工来祝福教会利益众人。安尼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恁向后转吼，请咱会众来鼓励。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嘛当参与这个事工，就是你会让尽力去写这个大道卡吼。恁知影什么人、什么代志需要大道的，就写大道卡。才会同工在伫大道室内底替这代志祈祷。吼，咱搁一遍鼓掌来鼓励因。多谢，请合作哈。上映圣诗第510首，阿罗天顶主宰，吟全首，请起立做伙来吟。Oh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感激的，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默祷谢恩，享受差遣。